这个耶诞节嘛要到咯，南投县一间科技公司到仁爱之家二小家园来举办活动。公司的员工认买着囡仔耶诞节的礼物，佮看着这个家属来做志工，陪伴囡仔快乐来过节。 圣诞节要到，一场爱心志工变做故事内底圣诞老阿伯，因来到仁爱之家参加 party， 送礼物给囡仔，真做大人囡仔，逐年真期待活动。所以我希望说，明年也继续能够来这里给我们小朋友这个高兴哦。 这样在地成立超过40年的企业，第4年办圣诞愿望的公益活动，和员工拢真支持来斗乌演，那送礼物给囡仔，佮做志工陪伴囡仔佚佗。觉得很有兴趣，然后觉得公司在不管是关怀或是在地化的部分做得很好，然后我也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还有这个苹果剧团以及互动的小游戏哈，让会中小朋友感受到满满过节的气氛，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温暖的爱。 因为感受到仁爱之家对囡仔用心照顾，所以举办这场公益活动，设计囡仔上喜的表演和游戏。企业对于地方的关怀跟重视，那也让这些可爱、天真活泼的小朋友可以感受到，这个有很多人在关心他们，他们并不孤单。 业者讲，因后摆继续举办公益活动，用行动来支持关心弱势，尤其伫咧视大人养护弱势囡仔关怀部分，因会收集愈侪资源和力量来回报社会。